条令条例上写得很清楚了，你看看。我知道。你知道？那你就告诉我，为什么你明明不想当兵，还非要来呢？哎，算了，不说了，说了也丢人。行吧，那我就把鉴定报告交上去了，该退兵退兵。不过我要提醒你，你是自愿报名选拔入伍的。以你这样的情况，你的个人档案、个人征信，包括你的户口本上都会被签注4个字：拒服兵役。易子梦，这身军装可不是随便就能穿在身上的，你一定要想清楚。我愿意帮你。这就是刚刚夏卓从公告栏扫出来的，导弹部队太牛了啊！这不想干谁就干谁吗？啊！你养幼稚。哎，你看这条，哎，在部队荣立2等功，研究生免试，本科毕业的3年之内参加研究生考试加10分，10分。这条我最喜欢了啊，小哥。服役期间不仅可以赚工钱，每年减免8000块学费。怎么啊？这个我能来俩呀，要不你也来一个？我来什么呀？来一个，跟我专业不对口。我玩音乐的。这可是最后一项了，留完鸟样，全部体检的项目可就完了。哎，我的意思你们懂吗？懂。你的意思是现在就逃？哎，胡说八道！我的意思是，当兵不是儿戏，你们是一时冲动做出的选择，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一旦被选上了，如果后悔，那可是逃兵役，户口本上是要盖戳的，一辈子都不点。哎，你开什么玩笑？哎，我临安帮什么时候小点声？什么时候在这种事情上大过退堂鼓啊？咱们说好了一起去当兵，是不是？那谁不去？这是欧阳说。看我干嘛呀？我在哪儿不是搞创作呀？再说有你们兄弟2个在，就有我音乐生长的地方。我没问题。那咱们可就不后悔了。不后悔，不后悔。干了，干！一起尿尿呗。什么情况？哎，说话呀！我也不知道。那黄医生在写我的鉴定报告，如果部队不要我了，我就走呗。那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这段时间也是浑浑噩噩的，这班副也没当明白，进了待机库，你说我还稀里糊涂跑了。哎呀，听天由命吧。你这不挠着玩？你以为是自由市场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有这脸吧？你还有脸说我？要不是你替我填报名表，我至于这么被动吗？那不都是夏卓那满腔热血给咱喷燃的吗？来都来了，当初说好了要来一起来，要走一起走，这不走不了了吗？你这样，你听我说一句啊，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酷的，哎，只要咱们好好干，那一定是大有前途的。大有前途啊！你这样，你先别自己做决定啊，你等夏卓回来再说。他啊，还活着吗？哎，
有人吗？有没有人？我刚才说的那个人，你们有没有去找？啊？瞧什么瞧？来，跟我走。笑话，你叫我走我就走，我这还不走了。我们旅长要见你。旅长。确认，与总部失联24小时后，可以实行应急行动。启用3级备用平台。确认失联24小时。确认失联24小时。确认完毕。确认此待机库已进入孤立状态。确认已有可能暴露阵地目标为启动本次程序代价。确认完毕。电磁无人机允许起飞。这没什么异样啊。打开北斗链接，转成卫星中继模式。这个是我们最后的眼睛了。追！他们给我讲了你的想法，聊聊。可以聊。不过你们先回答我让你们找的那个人找到了吗？找到了，已经送回你们270了。那还行。我说了很多次了，我是270旅的新兵，我的名字叫夏卓，可就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我。夏卓啊，那你来我们334旅干什么？我跑错地方了，我从我们阵地跑出来，因为我们阵地的网络受损，我想找别的方法，赶紧联系上旅部，告诉他们这是一场演习。你知道这是一场演习？当然。接着说。恐怖威胁是真的，导弹拦截也是真的，只是上级给我们的消息做了延时和剪辑的处理，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误以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我猜上级是希望通过这次危机，对我们做出一次考核。当然，根据战况分析的对与错，也在这次考核之内。很显然，我们待机库的主观分析错了。夏卓，那你还知道些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只是根据线索做出的分析。可是就是没有人愿意听我说。现在我主要想的就是赶紧联系上旅部，让他们做出正确的判断。你的意思是说，你一个新兵，对打仗这种事情的判断，比整个270旅还要精准，是吗？不，我不敢这么说。但是大数据是讲概率分析的，我觉得我判断正确的概率远比我们营长做出判断正确概率要高。那你能告诉我，在这次演习中，我们334旅的任务是什么？334旅的任务应该是不，334旅的任务
应该是阻止270旅的计划实施，制造麻烦，扮演那个不露面的假想敌。可以。判断依据是什么？就凭我无数次表明了身份，你们都不愿意相信，跟防狼似的。还有，算了，不说了。说。 270和334要作战区调整，调整牵扯到岗位的重新排序，而这一次的演习正好是调整之前的对抗，谁要在这次对抗当中赢了，谁就是老大。参谋长，给他倒杯水。我不喝水，我喝那个。西湖龙井，这是我的私人珍藏，尝尝。谢谢首长。不喝吧？好茶。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报告首长，不知道。我叫王金银，是334旅的旅长，和你们270的安雷是大学同学。哦，这么巧啊！安雷是我们那一届导弹专业的超级大脑，我真没想到啊，他能把你这个超级大脑给弄到部队来。说说，为什么当兵？首长，我该说的也都说了，该做的也都做了，我想回去，行不行？那怎么行？你说的那个兵我们能送回去，但是你已经说出我们334旅的任务是阻止270旅的发射，你把点儿都知道了，我怎么能够放你回去呢？说多了。错，不多。小周啊，说句实话，你这个人让我很钦佩。别，旅长你别这么说，我就是一个新兵，不敢当，不敢当。你可是世界冠军呢，世界冠军不简单呐。哎，喝茶。哎。小周，我这个人呐，说话直来直去。你看啊，你从270旅跑出来，这么大的山区，你偏偏跑到我们334旅来，这就是缘分。既然是缘分，我就不会轻易的松手。虽然现在2个旅要做战区调整，我也不瞒着你，我们要离开这儿，但我希望把你带走。旅长，别，千万别！你先坐下，我话还没说完呢。是。你别光听270旅是王牌旅这样的宣传啊！你知道我们334旅是干什么的吗？涉密，而且比270的涉密级别还要高。小夏，我告诉你，你在270，你就当个发射号手，提个干，一眼能够看到天花板。你要跟着我，那就是大不一样了。4个字，大有可为。王旅长，您可能误会我了。其实我有很多种选择的出路。当兵对我来说，只是不希望青春有留下一种遗憾。更何况，我的好兄弟易子梦和林安邦都在270旅。大家一起调过来，你还不知道我和安雷的关系啊？只要我说句话，他一定会给我这个面子。你就不要瞎想了啊！喝完茶去协助参谋长把这个方案做好，立刻送上去，明白吗？
王旅长，就这么定了。马干事，到。旅长，带下班长去参谋长的办公室啊。还有，寻个地儿，给他安排个下铺，再给他准备一套洗漱用品和衣服。这几天先住在这儿。是。当弹体起数的时候，车内的发动机和发电机会同时加大功率。这个时候，2号手已经带着电缆前往发射掩体。那么这个时候，1号、3号还有4号，一定要竖下耳朵来认真听，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可以靠声音来辨别是否能够顺利发射的唯一一次机会，一定要很认真、很仔细。报告，讲，光靠听，能听得出来吗？新兵肯定不行，但是老兵可以。经历过无数次的起数发射过程，必定会练就一个神奇的耳朵。这就是你们要练的。哦，行，今天的专业学习就讲到这儿了。你们啊，回去都好好消化一下。提醒你们一下，现在还是战备状态，出去一定要向班长报告，跟连长说也行。解散。就是个警告处分嘛，这已经是最轻的处理结果了。别闹心啊，打几个响嗝啊，把肚子里的气儿放一放，舒坦。哎，什么？我问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要干嘛呀？如果你真的怕死，当初就不应该填那张表。不过你现在既然在这儿，就别阴阳怪气的，行吗？你知道那些老兵怎么谈的咱们吗？他们说咱们川东大学来了4个奇葩，咱们学校这张脸都被你丢尽了，你知道吗？我数到3，马上从我面前消失啊！我要是不呢？我别这么说，欧阳军，都是同学，又是战友，也不是敌人。练吧，我问你个问题：你是愿意跟这种怕死的人在这干耗着，还是愿意跟战友们一起出去解决问题？你是想当个娘炮，还是当个爷们儿？我不是娘炮，你连娘炮都不如，你知道吗？干嘛呀？下卓已经是前车之鉴了，你们到底要干嘛？欧阳军，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对，我没资格，但我不能因为你的不争气，让别人议论咱们的母校，对吗？你装什么清高？要不是因为你拿不到学位，就你这心气儿，你能跑这儿来当兵？对，说的对，我是不想来，但我现在站在这儿，就不能因为你让领导瞧不起咱们大学生，对吧？我是你前进绊脚石，我阻碍你发展了。只要下卓在咱们旅，你就休想立功评奖，考军校。这不是季胜玉和质量的问题，他是诸葛亮，你根本没有上周瑜。再说一试试。怎么了？啊，我就说了，我怎么越看你越不顺眼。哎，你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吗？不行吗？不行，你跟这种装睡的人，你叫不醒他。苟且的活着，他算是个男人吗？啊？你是男人吗？是吗？你说什么？你当我试试？你再说一遍。
啊，就你没有情绪是吧？啊，就我林安邦是傻叉是不是？啊，欧阳俊，你到底能跟谁和平相处啊？夏卓要不是因为你，那不会现在弄不回来。你现在又开始为难易子梦了是吧？啊，下一个是不是准备把我林安邦也一块弄死了？整个270旅就你一个高材生，对吧？你就得逞了，心里就美了，对吗？不可救药。你大爷的！好兄弟，够意思。梦，我说句实话，欧阳俊说的没毛病。夏卓弄不回来了，你再这样下去，我也快疯了。主官失联，乱了阵脚；与上级无法取得联系，也乱了阵脚。我们一再强调要实战化训练。这一次，我们借着秘密基地深化讹诈反恐的机会，导条组根据现实的战情推进，不断地抛出一个又一个的演习方案。导条组很辛苦，方案出了一套又一套，形成了这次的利剑行动。你们在座的大多数人，都被我们请过来参加过心理抗击打的测试，你们通过了测试。居然你们大多数的人，还是认为这只是一次演习。为什么断了各位的侦缉程序？就是因为你们浪费太多的时间在是真和假的问题上，这是非常错误的。火箭军没有演习，只有实战。还有，这一次给每个阵地都派了1名心理医生，人手不够，从别的军种调来很多人。为什么？就是因为演习和实战给人的临场感和压迫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了提高你们的可信度，我们也是绞尽了脑汁啊。说句心里话，我是从头至尾参加了这2次并列进行的任务。坦白地说呀，我非常不满意。如果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们这只是一次演习，你们肯定把这次演习搞得非常的漂亮，各项分值也都会很高。那是什么？那是狼来了，自己骗自己吗？真的有一天打起来了，敌人的导弹飞向了你们的阵地，你们按点火按钮的手，有几个是不哆嗦的？你们270那个夏卓，我说二雷子，你小子下次再要去学摸这种矿石奇才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也带上一起去啊？
那小子人呢？你不能扣着不给啊！毕竟啊，我去你们334也抓几个人质回来，就是人换人我也给你换回来。别呀，这不演习还没结束了吗？行，我下午安排人给你送回来。你怎么这么小气啊？首长把我留下谈了几句话。重点是270和334，咱们2个旅位置最近，任务最机密。是啊，马上进驻新营区了，连营区啊都要接受人家334的。怎么还看不上啊？你们就知足吧。我们334的营区不敢说是全军最好的，在整个火箭军那必须是数一数二的。是。首长说呢，就目前的考试成绩来说，我们都不及格。可问题是，作战区调整之后，我们方向往哪儿走？怎么提高？怎么有效提高？这是最新课题。其实，人才流失也是个大问题。刚才在会上我没好意思说，军改后大幅度提高了工资待遇，可真正拿到高工资的，都是那些为部队贡献了一辈子的老兵。工资是提高了，可也到了退休的年纪。有的想提前走，有的不愿意延长服役。人家在大山里待了一辈子，想要出去过一个能够看见世界的晚年，我能理解。可这一旦打起仗来啊，指着那些半生不熟的往前冲，他就是不行。没错，老兵信不过徒弟，徒弟看不上新兵。说是制度改革、技术取胜，其实很多时候啊，还是兵大一级压死人呢。二磊，在我的旅有些老兵写了一本小册子，里边全都是技术秘籍，那是人家当了几十年兵，一个字一个字总结出来的，是好东西吧？当然是好东西，可是人家不愿意拿出来分享，你们俩能理解吗？我能理解。人嘛，到底是感情动物，他把自己的绝技留给自己最信任、最喜欢的弟子，为了他能够在将来的部队里有更好的发展。是啊，话是这么说，可是产生的后果是什么？那些得到技术秘籍的人啊，看似是接过了师傅的衣钵，却未必是能把小册子用到最好的人。当然，也有发扬光大的，毕竟是少数。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些当旅长政委的，总不可能挨家挨户去搜这样的秘籍小册子吧？二磊，老梁，334要走了，待了3年的作战区给了你们。说句实话，我心里不好受。可咱总得服从大局。二位，调整以后，前3脚该怎么踢？你们想好了没有？改革，必须改革。好，我可以放心的交给你们。报告连长，战俘下庄回营，请指示。挺光荣啊，全旅都走了，就留我们在这等着你。拿的什么呀？这是他们营长。哦，不对，这是他们旅长王经营
非得塞给我的茶叶，好茶叶，盛情难却啊！哎，夏主啊，我特别佩服你，2个福，我估计你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战俘哈，被人送回来，手里还拿着礼品。第2个福呢，一场演习，哎，红蓝双方你说都没抵进战场，被俘一个。第2个福特别福。连长，这是一场演习吗？是啊。我说了多少次了？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咋的啊？不相信你，你就擅自逃跑是吧？啊！我告诉你啊，你的警告处分已经通报了。没事，连长。人本来就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承担一切后果。你真嘚瑟呀啊！行了，因为你研判正确，所以准备给你以3等功，报到旅里去。几等功？3等。连长，我觉得没有必要。你说没必要，没必要啊！你让给我气死啊！啊！不是你能决定，滚下去！臭小子，你等有机会，我真给你个处号我。哎，检查，大叔，我又回来了。哎呀，老啊，他们是怎么找到你的？哎呀，我坐石头上等了一晚上啊，我对不起你啊。猫啊，对不起啊，让你等那么久。哎呀，没事儿，这不是咱俩都好好的吗？哎，东西我们都给你收拾好了啊。谢谢芳芳。小卓，没事吧？没事，班长，我们都福大命大。哎呀，夏总，你终于回来了，我想死你了。哎，行了，辛苦了啊！好了，直奔新营区，长途拉动，注意安全，出发！旅长同志，第一队登车前集合完毕，请指示。快点装车，准备出发。是。旅长。哎。旅长好。黄医生，你这是要回去了？正好有顺车送我去火车站。哎呀，太仓促了吧？西营区那边还需要你再多留几天。借调时间已经到了，我还是回去吧。而且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演习上，老实说，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你不能这么说，主要是这次演习的科目太特殊了，情况也比较复杂，所有人呢都长了本事。黄医生，你是我特意借调过来的啊。如果这次呢有什么怠慢的地方，我先向你赔礼道歉。没有没有。但是我向你保证，270旅啊，你一定还会再来的。我也相信我还会再回来的。旅长，这是我半个月收集到的270旅近100名战士的心理调研情况，给您留了一份，我相信会对您有用的。当然有用了，但这是你的劳动成果，怎么都给我了？我还有电子版呢，而且我还会持续更新。更新？这些战士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尤其是夏卓、易子梦，啊，特别是欧阳俊。这几个是我最看重的大学生士兵，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我对欧阳俊的态度还是没有变，在我看来，他需要持续的特别关照，我会关注他的。那就盯紧了，我们随时联系。好，旅长再见。再见。出发。我们欢迎不回家的爸爸回来。感谢辛苦持家的周老师，还有一直支持爸爸工作的好闺女啊！来，干杯！
哎，媳妇儿，我听说你们学院有个叫夏卓的，是啊，我想认识一下这人。你能别一回家就谈工作吗？哎，不是工作，我就是想认识一下世界冠军嘛。难不成你想把人家挖你单位去啊？你这个提议好。我劝你啊，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啊！为什么？你知道最近学校的毕业生招聘会吗？夏卓大3还没读完，500强企业主动联系学校联系他的，已经不下20家了。而且我听说待遇最高的，现场签字费现金500万，年薪500万。是吗？这个酒是神一般的蜕变，它从粮食变成了液体，经历了发酵、蒸馏、窖藏。发酵在黑暗中默默冒泡，蒸馏在高温中忍受煎熬，窖藏在寂静中等待阳光。你们听听，多么有诗意和人性的化学变化。再便宜的酒，它都能够使人快乐，对不对？深沉啊！什么深沉呢？那叫深奥，那叫深一个。来，好口才，好水分，好讲演，我佩服。哎，大哥，你这从哪儿冒出来的？老板，再拿4个杯子。叔叔，对不对？我们不拼桌啊？对，我也不拼桌，我就是想敬这位天才一杯。来，来，我敬3位兄弟一杯。来，哎，哟，敬酒我喝过，好酒。什么好酒？不要贪杯。大哥爱喝酒，爱喝，但是平常喝不上。老婆管得严。老婆不管，主要是单位不让喝。那你回家喝呀？但是不能经常回家，加班啊？算吧。加班好啊，哎，多赚钱呢。但是没有加班费啊。大哥，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怎么说呢？反正就是人家把东西交给我们，让我们保管好，然后送到指定的地方。快递，差不多。我们单位最近要来你们学校招人，你们有兴趣了解一下吗？大哥，快递呀，就算了吧啊！你都不知道我们什么学校的，真是招什么人啊？我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单位招人啊，全国各大院校都去。你们单位是顺丰还是中国邮政？比他们快，也比他们贵，而且我们只做国际项目，还不支持货到付款。好，吹，继续吹，来，吹，国际项目还不支持货到付款，为啥呀？缺钱呢？要啥钱呢？啊？哎呦，还不要钱？等，咱别跟他吹了啊，咱喝，来，哎，你们为什么不去当兵呢？什么？我说像你们这么年轻，这么优秀，为什么不去当兵呢？我们这么优秀，我们这么年轻，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啊？真的。你瞧这迹象，我都忘了你来这里接兵了。哎，给我发个位置，集合。队长，明天我也休息，你有时间我没时间。
还是心不诚。怎么样，冰雨还行吗？哦，对了，川东大学有个叫夏卓的，这家伙聪明，超级大脑，世界冠军，听说也报名了。怎么样，能把他给划拉过来吗？喝酒吧，啊？怎么了？没怎么，报名了，确实报名了。然后呢？哎，我看你这磨磨唧唧的，有事儿啊？怎么了？他被刷下去了？队长，既然你这么问，那我呢也反问你一句，这个夏卓跟您是什么关系？唉。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叹气牺牲是荣耀回归了星辰。